點解種完牙齒之後呢，佢都會甩？其實呢，我哋嘅種植釘種到骨頭入邊之後呢，佢同你自己嘅牙齒嘅性質係一樣嘅，你都要好認真咁對待佢，刷牙啊、牙縫刷啊、水牙線啊，樣樣都要上啊！唔好話種植牙，我哋牙齒都會嘅，因為呢，種植牙種完之後呢，佢同自己牙齒之間呢會有少少間隙嘅。啊！呢個地方有啲會攝嘢，都係正常嘅。有啲人嗰條罅大啲，有啲人細啲。所以咧，如果係大啲咧，你可以同個種牙醫生去講咧，去要求佢同你換過。如果細咧，就要勤力用牙籤，但係千祈唔好用牙籤。如果攝嘢攝得多咧，佢牙齒周圍組織咧，佢都會發炎嘅，會感染。時間長咗之後咧，佢會將你個種植體咧周圍感染咗，形成咗種植牙周圍炎，所以咧，大家種完牙齒之後咧，一定要好好咁處理呢個牙齒，愛護呢個牙齒，堅持1年到牙科洗牙1至2次，醫生檢查好。